哇！失策！啱啱喺叮叮山翻嚟，發生咗2件好搞笑嘅嘢。第一件就係，因為我開住播落山，行到差唔多嘅時候，佢開始落雨，我就攞住個遮咁翻落山咯。去到我車嘅時候呢，我就將個手機掛喺個車嘅機架嗰度。有冇發覺少咗個步驟呢？就係落播啦。咁樣一開始揸車行嘅時候，唔到1分鐘，我就俾抬咗。揸到救你啊！好耐冇俾抬咗啊！不過係事實係開住直播駕駛咧係危險噶，各位。第2樣比較搞笑嘅嘢，你有冇發覺我而家仲行緊啊？即係我一下失策嘅地方就係我今日開播嗰個地方咧，其實係叮叮山嘅半山嚟嘅啫。上擺咧，我上到山頂落到山腳咧係12000幾步嘅。如果我去到半山再翻落嚟，真係幾多啊？6000步啫。所以我睇咗，哇，6400幾步，揸到夠力，行咯，翻出嚟行咯。今日未行到1萬步。呢3個月咧，不間斷咁樣每日10公里，一唔係就每日1萬步至少。咁樣我翻咗嚟，我覺得，今日做咩怪怪地嘅？我就心有靈犀咁樣去打開咗我嘅步數器，一睇到6400幾步，冇辦法啦，係咪啊？已經習慣咗。所以有時做運動嘅嘢咧，初咧你要我一日行5000步咧，我簡直係攞我命。但係今日夾住爬山啊，上落啊，我行咗6000幾步，真係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。就算係目前做唔到，不斷去突破，你一定有機會做到嘅，唔好放棄。有一樣嘢咧，真係想分享俾大家嘅，就係喺我日行萬步之前呢，人哋話我一種叫做貓命嘅嘢，你睇到啦，呢啲魚尾仔，我揼下魚尾仔我都發高燒嘅。但係自從我日行萬步咗之後，嚟啊，我連行出嚟淋少少雨水我都覺得冇乜事咗嘅。要身體健康先踏出你嘅家門。我相信細個嘅時候好多人都淋過雨嘅，冇事嘅，但係反而大個咗淋下雨入病。唔好懷疑，你免疫力弱咗。